台湾文学馆是台湾第一座的台湾文学博物馆，也是一座具有1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今天的节目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听这栋100年建筑的故事，共同走进文学的世界。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文学馆展示教育组的王嘉玲，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介绍国立台湾文学馆这栋建筑。国立台湾文学馆的建筑的前身是台南州厅。台南市呢，在1901年进行了市区改正，日本人来台湾之后进行市区改正。那时候呢，本来是台南的街市，把它正式变成台南市。那因此呢，必须要在这边设立一个行政中心，就是所谓的台南厅，就所谓的台南州厅这个部分。那呢，在选址的部分呢，原本呢，台南州厅的原本的办公地点是在现在的永福国小，就是早期清朝的台湾道府。然后那时候呢，就是预计要在这个地方选址。那其实他选的时候呢，并不是第一选址的位置。那时候原本的选址地方可能就是现在的台南的地方法院那个地方。那因为考虑到交通还有所谓的地势的因素，所以台南州厅这个现在的县址被选中。那呢，就是开始进行的建筑的部分。那台南州厅的建筑师叫做深山松之助，那他是东京大学建筑系毕业的。那他是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建筑师，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的台南州厅，还有比如说台中州厅，还有台北州厅。那台中州厅就是现在的台中市政府，然后台北州厅就是现在监察院，它盖了非常多台湾的官制的建筑。那这一栋呢，是它非常重要的建筑之一。那目前呢，也被列为国定古迹这样子。创建于1916年的前台南州厅，距今已经有100年历史。在这悠悠的历史长河中，见证了台南5个重要的时刻。那我们台南州厅呢，有经历了5个阶段。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台南州厅落成是1916年，那时候是日本时期的台南州厅的建筑办公所在这样子。那在1944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被盟军轰炸，那所以这栋整个屋顶就被烧掉了。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样子是我们有把它恢复到原状。那在1945年到1950年那时候是荒废的。那国民政府来台的时候，在1949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被移拨给空军供应司令部所使用。那有进行了第一次的整修，在1970年代的时候又移拨给台南市政府使用这样子。那台南市政府使用到1997年的时候，他们移居到现在的我们安平的新的空间之后，这栋建筑就被荒废下来。那时候就移拨给那时候的文建会，把它整理，成为那时候就要成立所谓的台湾文学资料馆。那所以这栋建筑就被整修，而且它是台湾第一个就是旧建筑再利用的一个典范。那大家所看到现在就是看到现在美轮美奂的样子。那这栋建筑它1916年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那它其实承载了非常多台湾的见证了很多台湾的历史的事件。那大家比较知道的是八田雨衣，其实他那时候来台湾的时候，他最早的办公室是在这里这样子。因为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对面的水利单位还没有新建，所以他是先来这边报到，然后新建，来这边找寻一些地籍资料，然后再去所谓的那个乌山头水库那边这样子。其实台南的那个当初的那个都市规划，其实是仿照那个巴黎的街道。其实那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是一个圆环，然后四通八达的街道。那最重要的一条路就是台南早期的在日本时期的住址啊，就是叫做信町一丁目，这是台南州厅的位置的住址。那其实在大家现在知道所谓的中正路，它的到顶的话就是台南的早期的台南运河。所以就是说在交通上，就是运河一上来之后，经过了中正路就可以到台南州厅。那其实这也是早期的那个交通的符咒的很重要的地方，也是台南现在保存老屋还有旧建筑非常漂亮的地方，包括沿路有看到林百货，然后还有就是
台湾银行的那个现在的土地银行的部分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代表台湾都市计划的一个早期最重要的典范这样。来到台湾文学馆，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欣赏庄严气派的百年建筑，造型典雅，以厚重的砖造与石材来彰显权威，并融入当时盛行的仿西方古典主义建筑语汇。整栋建筑的造型构成可分为3个部分：屋顶、屋身与基座。基座高约1米，以石材正气，表现其厚实稳重的特质，提升整栋建筑视觉高度。屋身可细分为2个层次，第一层为仿石材，处理成较粗犷的水平带；第2层则混有砖墙，处理较为细致屋顶，以铺纹样石板瓦及铜片瓦的古典马萨顶，创造厚重的天际线，也彰显了官式建筑的庄严。台南州厅的建筑的式样是西洋建筑、西洋式样。那时候呢是19世纪的时候，所谓的仿古典式的一个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属于一个所谓的中间对称的一个平衡的设计的样式。比如说可以看到2侧会有卫塔的设计，那中间呢就是所谓的观礼台。那它的屋顶呢，就是所谓的马萨式屋顶，就是法国的，大家看罗浮宫的马萨式屋顶。那时候的建筑师深山聪之助，他们大量的去采取所谓的新古典式样的建筑，把它引进台湾。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建筑的语汇上面充满了很多西方的一些建筑语汇，比如说艾奥尼克式的柱头啊，那甚至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2个卫塔，它其实是所谓的早期有那种所谓的站卫兵的，就是观看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窗户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它窗户的形式都也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屋顶窗户的上面中间都会有一个拱心石，那其实是让整个比例还有形式上能更加漂亮的一个部分。前台南州厅正动立面对称，采用属于法国马萨顶式样屋顶，两端以卫塔转角延伸至2翼，呈现宏伟气派。卫塔空间在整栋建筑中具有画龙点睛之妙。西洋建筑在城堡或宫殿的脚部都常设有卫塔，有眺望或防卫之意。台南文学馆的卫塔矗立在主入口的2侧，除了具有衬托中央主体的作用之外，也增添了建筑的艺术美感。而主要入口处的门廊也有巧妙设计。那大家等一下可以走近的看一下我们州厅的正门口，它其实可以仔细观察，它有3种不同柱头的一个设计，就是有方柱、圆柱的一个设计。那柱头上就是一个外方内圆的一个柱头。那其实大家是可以好好的仔细发现这栋建筑的美感。州厅的建筑的旁边的侧面可以看到，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就是它其实看起来侧面看起来更加高耸，它就是符合这种所谓的日本时期官制建筑的一个雄伟的，给人家一种官府衙门的感觉。那第2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每个建筑的下面都会有几个通风口。那为什么会有通风口呢？因为就是台湾比较潮湿，那把所谓的地基抬高之后，会让整个在空间上会比较通风，那也比较不会房子比较不会受潮。那因为日本人刚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对于台湾的这种潮湿的气候非常不能适应，这上面讲出来的一个新的因应的方式这样。1廊的末端为次要入口，1楼为山墙式门廊入口构成的形式，托瓷坎柱式；2楼为平孔开口，下有牛腿衬托。长形的窗户下以水平带状线角相连，创造出优雅的风格。接下来我们来看，在屋顶上面呢，可以看到有几个窗户，就是第一个看到的那就是老虎窗，然后其实在上面比较不明显的地方，就是比较小的圆形的，那叫牛眼窗。那其实这个都是为了通风考量，因为整个建筑的那个高度蛮高的，所以整个在窗户上的通风呢，需要非常的注意这样子。好，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建筑的上面也有很多所谓的花瓶式的一个栏杆，那其实都是需要能够仿照那个西洋的那时候的语汇。想要欣赏老虎窗，则需要从远处观看，
开在屋顶的老虎窗，其最主要的用途是为了克服斜屋顶在采光上的不足，同时也具有通风和装饰的功能。而牛眼窗则是具有装饰意味的圆窗，通常除了开在屋顶，也可以辟于墙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市政府大厦的平面图，就是当时候在市政府的时候所使用的空间。那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以相对位置来说，就是比如说现在观众的所谓的服务台的部分就是收发室，然后甚至在建筑区就是新闻处，那甚至我们现在的展区有的是主计室、财政科跟所谓的社会科跟人事科。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因为空间上实在有限，所以有很多地方是有增建的部分。那等一下会带大家进去看所谓的增建的部分是哪些空间。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这边其实会有一些增建的部分，比如说像收发室跟记者招待室，那甚至还有配电室。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部分，我们那时候在选修的时候，其实这一栋是有一个增建出来的部分。那我们为了让观众可以了解这个增建的部分，所以我们把这个白色的部分用特别的标示把它标示出来。那大家可以其实等一下走到后面可以看到，其实在建筑的部分里面，比如说像地震库的仓库，甚至中间有个妇联会，这些都是其实是增建的部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部分以前是花园，那是所谓的户外。那因为为了要做博物馆的使用，空间上的不足，所以我们把整个花园的部分把它盖起来。那甚至往下挖了地下3层，那有所谓的图书室的空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的一个，大家会来文学馆的时候会看到，为什么有个黑黑的管子？它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是在户外，那其实它是接收雨水上的雨水管道，然后到地下的所谓的水沟的部分。所以如果大家有幸可以下雨天来文学馆的话，可以听到那个里面会有水声，那地上也会有水声的声音，这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博物馆参观的经验。好，而在建筑物中有许多不易看到的内部构造与构建，台湾文学馆内部也特别将部分的空间进行了现地展示。接下来呢，我想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建筑的卫塔的部分。那这个空间呢是在我们常设展的空间里面。那我们台湾文学馆，其实它这栋建筑虽然说我们是介绍文学，那我们有开放了一些空间，把它比如说一些构建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建筑的内部把它打开，然后大家走进台湾文学馆的时候，可以在建筑区跟常设展里面可以发现这些空间。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圆形的空间叫做卫塔。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是有所谓的卫塔，就是让卫兵看守的地方，那是产生一种圆形的一个部分。那因为它所谓的圆形部分，它在承重上可能会有考虑上的一些施工上的疑虑，所以他们这边有做了一些地梁，就是借由这种所谓的拱形的一个挤撑的方式，把那个力量能够挤撑出来这样子。那接下来的部分也可以看到这几个孔洞，就是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所谓通风的孔洞。那因为我们文学馆现在为了考虑到安全的部分，所以今天用玻璃把它遮起来。那其实它是开放式的。这是我们那个时候台南周厅在整修的时候所拆下来的一些构件。那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个铁网的部分，我这边想要跟大家介绍，其实它是我们早期的钢筋水泥的钢筋，就是所谓用网片式的方式，然后把它铺成而成，然后在上面再敷上水泥。那就是这是那时候早期的一个试验的一个方式。然后比如说砖头的部分可以看到，这边的砖其实跟我们现在所使用砖的形制还有大小都不太一样，就是稍微略大一点。那它上面有一些英文字母，比如说 S 或 T 啊。那 T 啊就是台湾赤炼瓦株式会社的砖，就是在高雄的一个砖头这样子。那它的材质是比较坚硬的，所以这栋建筑可以承受这100年来的大小的地震，然后都没有被受到毁坏这样子。那比如说可以看到有一些固定的一些构件的一些铁件，那甚至所谓的一个鬼瓦的部分，那这些其实都记载了我们这栋建筑的历史。为了让参观者更加认识文学馆的历史故事与特色，馆方特别规划了旧建筑新生命常设展，呈现了文学馆建筑的前身台南周厅的过去蜕变，从建筑的历史、建筑师深山松之助及相关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图像都做了非常完整的介绍哦。过去一直因为政治色彩而存在，华丽变身后，如今以推广文学为主的台湾文学馆，
许多内部的办公空间也一一被规划为各类展示厅，更设有儿童书房，要让文学的种子从小扎根。台湾文学馆除了有台湾周厅这栋100年建筑以外，那其实台湾文学馆最重要的责任还有任务就是推广台湾文学。那台湾文学馆今年已经第15周年，那我们有办过大大小小展览，大概有100多档。那其实我们介绍的内容非常的多元，比如说我介绍跟数位文学有关的，那也有跟所谓的作家作品，还有作家的个人展也有关。那我们今年在3月份的时候推出了台湾鬼怪文学特展，那大家可以看到台湾鬼怪每个人都会有心中都有一个鬼怪，那怎么样把这些台湾文学的鬼怪呢变成文学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台湾文学馆的一个责任这样子。那台湾文学的鬼怪呢，其实在鬼怪里面都早期就出现在很多的一些古籍，比如说一些方志里面。那每个人都听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传说，比如说像虎姑婆、林头姐的故事。那这些怎么样变成了所谓的文学作品？那等一下呢，就带观众呢可以去一看鬼怪的世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鬼或是妖怪的故事，但是是否曾经好奇这些故事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人说传述呢？现在就跟着文学的记录来寻找台湾鬼怪的踪影。在这边要提醒大家，6岁以下的孩童需要大人陪伴才可以入场参观哦。各位观众，就是今天呢，我要带大家来看台湾鬼怪文学特展。俗话说，真爱就像鬼怪一样，都有听过，可是大家都没看过。可是每个人心中呢，都有一个传说的故事。那我们这一次台湾文学馆推出台湾鬼怪文学特展，是希望大家了解这是日常听到的鬼怪的故事是从何而来，那怎么样又变成文学作品？那所以呢，文学作品里面呢的出现鬼怪是怎么样产生的？所以我们展览有分成2个部分，就是故事从何而生，然后故事如何传述。那大家可以一开始走进来的时候，可以拿一下我们的展览的第1，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妖鬼地图，就是我们按照所谓的古籍里面的叙述，把跟台湾相关的33只的鬼怪把它绘画出来，那都非常具有台湾的特色，很像台湾的宝可梦这样子。好，早期的时候来台湾的一些文人，他们其实在古籍上都有对一些台湾这块岛屿的一些所谓的奇幻的一个部分做一些描述。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岛外观点。那它讲的就是游汉文人，就是从明清时期来的游汉文人是怎么样对于鬼怪的一个描述。那其实台湾他们在渡过黑水沟的时候啊，其实都会有经过了一些磨难的部分。那比如说会有看到一些他们比如说他们在海上的时候会看到遇到一些风浪，他们认为说海底下会有巨兽，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巨鳄，甚至一些巨蟹，要把船弄翻这样子。所以好，然后来了台湾之后，有一些台湾这个地方有一些瘴疠之气，然后甚至觉得深山里面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奇幻的异兽这样子，所以有一些的想象。那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大家好像感觉是乘着船，慢慢的渡过了这个黑水沟，然后透过船舱的部分呢，可以看到，比如说有一角兽、巨蟹跟赤峰龟跟巨象牛的这些的一些有关鬼怪的一些描述。那有些鬼怪呢，其实都不存在在台湾的真实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存在在文学他们的书籍里面。那其实它反映的就是说，这一块台湾这块奇幻之岛，其实充满着魔力，然后也吸引了很多人可以来这边希望来探险，或甚至发掘新的事物。在这个窗户里面有看到2个巨兽。一个叫做钩蛇，然后一个叫做火鳄。那我首先介绍一下钩蛇呢，它其实是孙元衡，台湾重要的一个对于台湾写了很多魔幻奇幻的一个作家所写的叫《巨蛇吞入歌》里面所揭露出来。他形容呢，就是说在深山里面住的这个蛇非常大的蛇，那甚至它大到可以把整条路吞进去，所以有的所谓的《巨蛇吞入歌》，它非常有名的这首诗流传到现在。那第2个是火鳄，那火鳄呢，其实听说它身上呢就是有所谓的金色的鳞片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它会散发火焰，然后它会住在那个黑水沟的深海。那听说就是在所谓的黑水沟，比如说
有一些大风浪的时候，它就会出现。那其实它记载在比如说台湾府志或台湾外记里面，常常都有它的一些记录。那它曾经出现在澎湖这样子。大家可以欢迎每个有关于妖怪，它每个都有一个故事，那它都有它怎么样被发现的一个奇幻的过程，欢迎大家去了解一下。而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因为天灾、自然环境或社会因素，有许多民间传说中出现的鬼怪，在展览中也一一现身。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也产生很多妖怪，因为有些小孩子，比如说早夭啊。那他就会怪罪说，是不是因为妖怪把他的灵魂带走？那甚至就是大人想要告诫小朋友不要到处乱跑，而产生的虎姑婆的故事。那其实虎姑婆的故事普遍流传在汉人跟原住民中间。那比如说虎姑婆的故事，大家每个小朋友都有听过。那虎姑婆在比如说在一些原住民里面，它就变成熊姑婆。那甚至有不同的一个传说的同样的名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门后面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妖怪躲在门后面呢？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那个民俗台湾就有介绍到虎姑婆的一个传说。那为什么叫虎姑婆呢？因为姑婆通常就是有点熟又不太熟的亲戚，那就是让小朋友说，就算认识的人也不要随便的跟他走了，然后会发生危险，所以会有虎姑婆这个传说。那第二个部分，原住民他们其实也有相同的虎姑婆的故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沙利谷，它也是在台湾族的村日部所流传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就是在晚上就是会有沙利谷闯进了家里面，然后哄骗了那个哥哥跟弟弟睡着了，然后趁晚上的时候就把哥哥的吃掉了，然后弟弟就问他说你在吃什么？他就说我在吃豆子这样子，然后也是发现了之后用热油把它烫死的一个同样的故事。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反映的就是在文化上或民俗上是会相互的流动。其实这间我们叫做妖怪博士的书房，就是说如果你对鬼怪有兴趣的一个算是阅读者或者是学者，他的书房，他想象或者他梦想中的书房大概是这样，就是感觉好像比如说会有飞起来的书啊，感觉好像这个空间充满着最多奇异的感觉这样子。那这边的话，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跟台南有关的2个跟鬼怪的文学作品，一个就是那个佐藤春夫的《女界善奇谈》。那其实佐藤春夫啊，他来台湾的时候，他那时候来台湾就是写了还蛮重要，就是《殖民地之旅》这本书。那我们有把它放在现场，可以让大家看。然后他这本就是所谓的《女界善奇谈》这个作品是在写台南的安平。那我们有把地点把它标出来，就是那时候去做，他其实真的是有去那些地点，然后真的就是那个房子是有闹鬼的，然后他把它用第一人称我的角色去写说他怎么跟那个鬼互动的一个过程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台湾重要的第二个作品就是《小封神》。那《小封神》里面它其实有很多精怪的一些传说，比如说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龟精啊，他的徒子徒孙怎么样跟那个人家打架的过程这样子。所以这也是台南就整个就是一个，其实它有非常多那个民俗丰厚的部分，然后也其实有充斥了很多台湾的鬼怪的一个故事，比如说台湾的4大奇案就是林头姐，还有陈守娘的故事，是台南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知道的那个台湾女鬼之一这样子。除此之外，在特展中还介绍了具代表性的历史小说、通俗小说。在不同作家笔墨之下，鬼怪元素的运用也更加的多元。而与绘画、音乐、影像等多媒体艺术进行跨界合作，更展现了台湾鬼怪的多元性，赋予文学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个台湾首次的台湾鬼怪文学特展，非常值得您来一探究竟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认识台湾文学馆，领略了建筑之美，也看见了台湾文学的新生命。丰富多元的特展，让大家可以更快的亲近文学，所以不妨找个周休假期来文学馆当一日文青吧。